欢迎收听7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的第10章17到25节。耶利米书第10章17到25节，在昨天的经文接续昨天，我们要敬拜这位永恒的上帝，他不同于人所雕刻出来的偶像。这位上帝不需要人的雕刻，不需要人的装饰，甚至他为我们装饰这大地，他创造这大自然，创造人类在其中成为他重要的器皿。他更是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他的心意，与他一起来管理，来认识，来经历这世界上的美好。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却好像在看一个连续剧的时候，如果你按这个把这个时间轴往后拉，今天就好像在看到未来的景象，但是这个未来并不是结局哦，是中间很精彩，但是让人很难过的片段。在今天的经文说到，被围困的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要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上主要把你们抛出这土地，他要把你们压得粉碎，连一个残存的都没有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这是一个未来的景象，由于这些南国犹大的神所爱的子民不愿意听，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悔改，甚至还笑耶利米在说什么空话，在说什么丧气话，你这个乌鸦嘴到处乱说话。但是啊，在未来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拉的时候，将要看见的是犹大国他们自己在发出哀嚎。这里说耶路撒冷人大声哀嚎，哎呀，我们的受的伤多么严重。然而这是我们必须忍受的痛苦，因为在未来他们就知道耶利米所说的并不是空话，而是上帝透过他一直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说到后来那个悔改劝人悔改的话已经变成审判毁灭的话。然而上帝并没有停止在这里，还没有完结。这里这些人要说，我们的帐篷被毁坏，帐篷的绳索都断了，儿女离开我们走了，再没有人来支搭帐篷，也没有人再把幔子挂起来，没有人成为他们的保护支持供应了，因为国家毁灭了。在这里耶利米他回答说，我们的领袖都很愚蠢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上主，因此他们失败，人民流亡。其实对当时来说，耶利米已经在发出了一个很危险的警告。可是呢，从领袖到人民，没有人愿意回转向主，没有人愿意回转向上帝，回转向这位公义慈爱有怜悯有信实的主。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活出这些上帝的属性，所以他们自寻灭亡，最后人民流亡。到那个时候，哨兵要发出一种警告的声音说，听吧，你看谣言满天飞，这是北方的国家有大骚动，他的军队要让犹大各城镇荒凉，成为野狗的窝。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居住在那里，只有野狗居住在那里。别忘了我们今天一开始说，这是把时间轴往后拉，好像看连续剧，我们往后拉去看的时候所看到的景象。但是在这时候的人民呢，他们其实是不相信的。这时候的人民所知道的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啊，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黑暗的啊，而且我们的确还是有敬拜上主啊。结果未来我们将看到，当巴比伦兴起打过来的时候，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在这边，这耶利米他发出一个祈祷，他说，上主啊，我知道没有人能操纵自己的命运，
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前途。上主啊，求你从宽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看见那未来的景象了。求你把烈怒倾泻在不敬畏你的列国，在不承认你的人身上，因为他们杀害了你的子民，他们灭绝我们，使我们的家园荒废。其实这也在讲犹大国本身。如果我们从这种看连续剧的角度，把时间轴往后拉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好可惜啊，这些人怎么没有及早转回向上帝呢？所以他们经历遍地的哀哭，大声的哀哭。然而今天上帝也透过这段话来提醒我们，若是我们还活在那罪恶中的，还没有转向上帝的，甚至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来替代对上帝的信心，这都是我们需要转向到上帝面前的。面对台湾这次疫情的变化，环境的变化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回转到上帝的面前。就算我们未来的时间轴拉到那个时候，真的好像耶路撒冷这样的景况，可是别忘了，这不是终局。拔出拆毁之后，上帝要建立再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真的是要回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被自己的心眼给蒙蔽，被环境的挑战困难给蒙蔽。但主，你总是透过你的话，将我们从这些自己的限制软弱当中救拔出来。主啊，你要调整我们的生命。主，你说你要毁坏那些不属神的罪恶，但是主啊，你又要拯救我们，活出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抓着自己的罪恶不放，不愿意回转向你。主，你说这样的结局就是要为自己哀哭，看见自己的生命如同荒场一样。但是主，你不是停留在这里，你的心意乃是要将我们从这个荒场当中再次重建起来。主啊，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要向你来求一个恩典，是我们现在就愿意重建起来。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，把这些让我们远离你的拆毁，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重建起来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持续用你的话，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刻能够继续的向前走。因为主，你是信实，你爱我们就爱到底，永不改变，永不放弃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哦。我们明天见。